大家好，我係不如，已經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見面啦。首先講聲抱歉先，因為呢段時間我就進行緊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啦，需要我好高度專注同埋用好多時間嘅，所以一直都抽唔到時間出嚟拍片。不過最近香港就發生咗一件非常嚴重、引嚟全城震驚嘅事件，就係太古城嗰對母女相繼跳樓自殺嘅事件。呢件事我係必須要講嘅，因為我自己都處理好多家庭嘅問題啦。二嚟青少年自殺嘅問題一直喺香港咧都冇辦法徹底去解決喎。點解會係咁呢？我就好想透過我咁多年嘅經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個人啲睇法嘅。咁慘劇發生之後咧，我就睇到好多嘅評論員啦、專家出嚟分析啦。有啲人話咧係因為升學壓力，有啲人就話係一時衝動，有啲人就講係制度出咗問題。我就好想同大家講啦，青少年自殺嘅問題啊，係一個非常複雜嘅社會同埋家庭嘅問題嚟嘅喎。嗱，呢條片係有啲長嘅，因為我好想深入咁樣去同大家分析呢一個咁嚴重嘅問題背後到底隱藏咗乜嘢動力同乜嘢關係嘅呢？同埋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嘅動力呢？我諗大家都會同意啦，即係冇任何一個心理健康嘅媽媽咧，會咁簡單，因為聽到女兒唔肯讀書咧，就走去跳樓喎。亦都唔會有一個12歲嘅女兒咧，係會跟住媽媽跳落去嘅噃。呢一件令到全城震驚同埋痛心疾首嘅事故咧，我絕對相信啊，並唔係表面咁簡單，而係一個家庭經歷喺長期慢性嘅代際創傷之後咧，喺同一日發生嘅集體性系統崩潰嚟嘅噃。咁今日咧，我就唔想同大家講嗰啲正能量大道理啊，亦都唔想叫大家多啲關心仔女啊，多啲聆聽呢一類唔能夠徹底解決問題嘅說話啦。今日我想透過家庭系統排列嘅角度咧，去揭露香港青少年集體崩潰、自殘、拒絕返學甚至自殺背後嘅深層隱藏動力。我哋已經冇時間再等，社會各界咧必須要共同攜手一齊去解決呢一個一直困擾香港社會無數家庭嘅嚴重問題。咁講翻呢位媽咪先啦，點解佢會咁衝動同個女因為學業嗌霎而跳咗落去嘅呢？我諗好多人都想知道個答案，但係因為喺網上面睇到有關呢個媽咪啊、父親啊乃至呢一個家庭嘅背景資料唔多啦，所以係好難詳細咁樣分析㗎。不過我亦都可以透過自己一啲嘅觀察啦，同大家分享下，做一個推斷啦。呢個媽咪本身咧，佢係一位社工嚟嘅，係任職喺瑪麗醫院嘅一個醫護心理社工嚟嘅噃。相信佢平時要為好多嘅病人啊、家庭啊提供心理輔導嘅服務啦。咁從事呢一種助人職業嘅，包括係社工啊、心理治療師啊、心理學家都好啦。其實我發覺咧，有部分咧係有一個心理嘅情意結，係想拯救佢哋嘅原生家庭嘅喎。呢個咩意思呢？譬如話，當個女兒喺成長過程，佢睇到原生家庭入邊爸爸同媽媽嘅婚姻一直係唔好嘅，媽媽受到爸爸嘅傷害，可能係爸爸出邊有外遇啦，又或者可能係爸爸對媽媽有家暴啦。咁個女兒細個就睇到媽媽咁痛苦嘅時候咧，咁個女兒出於對媽媽一份好純真嘅愛咧，佢哋就會有一種好單純嘅諗法，就係話我要拯救媽媽嘅生命，或者我要拯救呢個家庭。細路仔細路女咧，好多時候會將原生家庭嘅問題咧係攬咗上身，覺得自己有咁嘅責任咧去化解原生家庭各種嘅問題嘅噃。基於呢種諗法咧，佢哋長大咗之後啊，一部分就會選擇咗成為專業嘅助人者啦。咁樣嘅志向咧，當然係好好啦，因為能夠咧係幫到好多人啊嘛。問題係，如果呢一類專業人士佢哋抱住細個時候想拯救原生家庭嘅諗法，將呢個諗法投射咗喺佢哋嘅工作上面，即係話佢哋係想拯救接觸嘅個案嘅話咧，咁樣就帶嚟好大壓力嘅咯噃。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啊嘛，因為我自己做咗呢一行20幾年，喺我最初入行嘅時候咧，我發覺我自己處理完啲個案之後咧，係放唔低嘅噃。翻到屋企又諗嘢又諗點樣可以幫到個案解決佢哋嘅問題咧？咁於是乎帶俾自己好大壓力啦。咁當然經歷咗咁多年，我自己已經冇咗呢個問題啦。但係我擔心嘅係好多從事呢一類助人職業嘅人士咧，譬如話呢一位母親會唔會係有咁嘅情況咧？會唔會係想拯救佢哋嘅個案，於是乎孭咗好多不必要嘅責任上身，而帶俾自己好巨大嘅壓力呢？仲有嘅，會唔會呢位媽咪嘅婚姻亦都出現咗問題？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我喺處理好多家庭問題嘅過程裏邊咧，好多時候上嚟揾我嘅都只係個媽咪本身嘅啫。咁我丈夫咧係好少一齊嚟嘅。
好多時呢啲媽咪就會話俾我聽咧，佢哋嘅丈夫咧係唔覺得仔女有問題啊，或者整個家庭嘅問題咧，丈夫都唔理啊。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呢一啲媽咪就會一個人咧係孭晒所有仔女啊家庭嘅問題上身，咁當然就係非常大嘅壓力啦。而身邊嘅丈夫咧就掛住出邊揾錢啦，好少喺情感上支持自己嘅太太嘅噃，而仔女嘅問題更加好少去理會啦。甚至我遇過好多個案咧，個仔已經患咗好嚴重嘅多動症，個爸爸竟然話啦：使乜做心理治療啦，嘥錢嘅，慢慢會好噶啦咁樣。即係我聽落去咧，真係覺得咧非常之悲哀嘅。其實仔女嘅問題啊，一定要丈夫同埋個太太咧一齊合力去面對處理嘅，絕對唔能夠交晒俾太太一個人去處理嘅。咁樣咧，其實係一種不負責任嘅態度嚟噶。但我唔知呢位跳樓嘅媽媽會唔會係咁嘅情況啦，我只不過係一個推斷啫。如果係屬於我以上所講嘅情況，再加上個女兒佢唔肯讀書，同媽媽鬧交鬧得咁犀利嘅話，而媽媽會唔會好似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個案一樣，將所有人生嘅寄望放晒喺個女身上面呢？如果係咁嘅話，可想而知咧，呢位媽媽背負嘅壓力係幾咁巨大，而呢一份嘅壓力可能積埋埋好耐嘅咯噃，佢甚至可能長期抑鬱唔開心，睇唔到人生嘅出路，一時衝動之下咪選擇跳咗落去咯。咁當然啦，以上所講嘅呢一啲情況咧，只不過係個人嘅推斷啫。現實係咪咁呢？可能未必係嘅。所以如果我呢度所講嘅同現實不符合嘅話咧，請容許我致歉先。不過我想強調嘅咧，就係作為專業助人者咧，要處理咁多個案、咁多複雜嘅人生問題，再加上自己人生都有好多問題要面對嘅時候啊，嗰份壓力真係唔細嘅噃。所以我會好想從事呢行嘅朋友咧，真係要對自己嘅情緒狀態有一份高度嘅覺知。如果自己真係長期面對好大嘅壓力嘅話咧，真係要選擇一啲適當嘅渠道去紓解自己嘅壓力。譬如話參加啲宗教嘅場所活動，進行一啲嘅靈性修行啊，又或者揾朋友專業嘅人士去聽下自己嘅問題，處理下自己嘅情緒，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噃。因為我哋畢竟都係人，唔係超人啊嘛，我哋都需要有人喺身邊作出心理上嘅支援，行呢一條專業助人者嘅道路，先至會行到落去嘅噃。咁講翻家庭系統排列，點樣去睇仔女自殺呢個問題呢？嗱，家排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法則，叫做序位法則 （Order of Love）。父母係喺最高嘅位置，而仔女咧就喺下邊嘅噃。父母係將好多嘅愛係付出俾仔女咧，而仔女咧就係接收嚟自父母好多嘅愛。呢個健康正常嘅家庭咧，就好似一個瀑布一樣咧，愛就好似瀑布嘅水一樣，係從上邊流落下邊嘅噃。但係喺今日香港好多個睇上嚟幸福嘅家庭咧，呢一個咁重要嘅序位咧，就已經係徹底錯亂咗啦。咁喺我接觸無數咁多個案當中咧，就曾經有一位媽咪嚟到揾我啦。咁佢嘅問題係咩呢？就係個女兒啊，係經常戒手啊。嗱，呢一個嘅青少年行為咧，其實都相當之普遍嘅噃。而令人感覺到出奇嘅咧，呢個媽咪其實係好有錢嘅，佢買最好嘅嘢俾個女啦，送個女去國際學校讀書啦。但係媽媽咧就唔明白點解女兒咧要咁樣去傷害自己嘅身體。咁當我準備好同呢個媽媽進行家庭系統排列之前，我畫出佢嘅家庭圖過程裏邊咧，就發現啊，原來呢一個媽媽佢自己嘅原生家庭入邊咧，一直都係重男輕女嘅噃，亦即係話呢個媽媽細個嘅時候咧，係得唔到佢媽媽嘅愛錫，佢嘅媽媽咧就錫晒哥哥啊細佬啊，就係唔錫佢。佢作為女兒咧，就從來都冇體會過媽媽對佢真心嘅愛噃。所以呢一個嚟揾我嘅媽媽咧，佢內心一直都有一種自我價值嘅匱乏感嘅噃。呢種感覺就好似一個巨大嘅黑洞咧，係存在喺佢嘅潛意識入邊噃。當呢一個缺乏愛嘅女兒長大咗成為媽媽嘅話咧，因為佢從來都冇被愛過啊嘛，所以佢根本就唔識得點樣正確咁樣去愛自己嘅仔女。咁於是佢就本能咁樣去重複翻上一代嘅做法啦，亦即係話錫晒自己個仔啦，而嚴重咧係忽略咗自己嘅女兒嘅噃。佢就將自己喺原生家庭得唔到嘅價值感啦、愛啦，同埋內心嘅遺憾咧，就完全係投射到個女身上邊噃。所以佢會強迫個女考取最好嘅成績啦，要個女出人頭地啦。表面上就係為咗個女嘅前途，但係喺呢一個媽咪內心嘅底層入邊咧，其實佢有一把聲音係對個女兒咁樣講：你要替我變得有價值，你要攞最好嘅成績去幫我向我嘅父母證明，我呢個做女嘅並唔係冇價值嘅。
咁呢個女啦，基於對母親一種盲目嘅忠誠啦，過去一直以嚟佢都用盡努力去考出最好嘅成績，去填補媽媽內心嘅黑洞。但係當個女到咗青春期嘅時候咧，佢嘅壓力大到咧已經撐唔住啦。個女雖然表面上過住一啲好豐富嘅物質生活啦，但係內心深處咧，其實一直係得唔到媽媽嘅愛嘅。所以點解佢會戒手呢？原因就係佢入邊嘅壓力已經頂唔順啦。其實佢暗地裏係想話俾媽媽聽一個訊息，我唯有透過戒手去結束自己嘅生命。咁唔單止係母親啦，父親亦都存在問題嘅。喺我另一個個案裏邊咧，父親係一位非常成功嘅專業人士嚟嘅，但係屋企裏邊啊，只有佢一開口嘅話咧，就係對仔女咧好多語言上、行為上嘅暴力啦。其他時間咧，佢對整個家庭咧就表現得咧係非常之冷漠，好似唔關佢事。我哋追溯翻佢嘅原生家庭咧，先至發現啊，佢嘅父親咧，即係阿爺啦，細個時候對佢亦都非常之殘暴嘅噃，經常係虐待呢個父親嘅。而佢嘅母親亦即係嫲啦，亦都唔識得愛佢嘅噃，因為嫲嫲細個嘅時候咧就係俾佢親生父母送走咗，係送俾人哋收養嘅。但係好唔好彩啦，養父母咧亦都唔愛佢啊，經常虐待佢咯。所以嫲嫲咧就一世都會喺一種咧被拋棄嘅創傷裏邊。所以呢一個父親咧喺佢原生家庭裏邊咧，同時係得唔到佢父親同埋母親嘅愛嘅噃，所以佢又點識去愛自己嘅仔女呢？表面上佢好努力咁樣賺錢，的而且確賺到好多錢嘅，但係佢內心根本就冇愛。因為家庭係講愛嘅地方嚟嘅，如果父親又或者母親冇愛嘅話，呢個家庭入邊又點樣會有愛嘅流動呢？呢個亦都係好多香港家庭最核心嘅悲劇啦。父母佢哋脫離咗自己嘅原生家庭，跟住相識結合成為夫妻啦。表面上咧就創造咗一種富足嘅生活，但係因為大家喺各自嘅原生家庭裏面都有創傷，根本從來都冇好好療癒自己嘅內心。大家都只係想喺伴侶對方同埋仔女身上獲取愛，而根本唔識得點去愛對方。咁當父母兩個人嘅內心咧都係處於欠缺愛嘅狀態啦，夾喺中間嘅仔女咧，佢哋嘅自我價值感就會徹底崩潰，只能夠用抑鬱、拒絕返學，甚至自殘自殺嚟到表達出佢哋喺呢個家庭當中得唔到愛嘅一種凄慘狀況。咁喺家庭系統排列當中咧，有第二個核心嘅法則咧，就係整體法則啦。咁喺一個家庭系統裏邊咧，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位置嘅。任何一個人如果被排除、否定、遺忘嘅話咧，系統就會失去咗平衡。而系統為咗達到平衡嘅話，往往係會選擇後嚟最弱小嗰位成員，亦即係某一個仔女咧，去承擔被排除者嘅能量嘅噃。我曾經接手過一個令到我而家咧都覺得係好遺憾嘅個案啦。咁爸爸咧係一位香港極度成功嘅生意人嚟嘅，咁住豪宅、開靚車啦，但係就同太太離咗婚。咁呢一位咁成功嘅父親眼裏邊咧，佢嘅前妻啊，只係一個一文不值、冇出息，甚至係有精神問題嘅人。佢喺女兒面前咧，咁多年以嚟啊，都對前妻啊不斷咁樣去表達歧視啦、侮辱啦，同埋全盤否定佢。咁去到最後啊，佢甚至動用法律同埋經濟手段咧，係徹底禁止啊自己10幾歲嘅女兒咧去接近呢一個親生母親嘅噃。呢個母親喺呢個家庭系統裏邊係完全被排除咗嘅一個人嚟嘅。呢個父親以為自己贏咗啦，佢俾女兒咧係最好嘅物質生活啦，買最名貴嘅衣服啦，每個月都有好多錢使啦。佢以為咁樣咧就可以彌補一切，以為個女就冇事。但係佢冇預料到嘅係嗰個10幾歲嘅女咧係患上咗嚴重嘅精神病啊，經常咁樣咧瘋狂咁戒手啊，一日咧可以戒幾十下，係戒到成地咧成灘血嘅。咁呢個爸爸睇到女兒咁嘅情況咧，真係非常之無助。咁但係個女睇過全香港最出名嘅精神科醫生啦，但係咧都係冇任何嘅作用噃。其實咧，佢女兒嘅問題啊，其實就係因為佢嚴重咁排除咗佢嘅前妻。咁喺家庭系統排列嘅理念當中咧，仔女有一半嘅生命係嚟自父親，一半係嚟自母親。所以當用極盡羞辱嘅方式將母親從呢個家庭系統當中排除出去嘅時候咧，女兒嘅潛意識啊，基於無意識嘅忠誠啊，向母親嗰邊靠近，甚至跟隨咗母親嘅命運噶咯噃。所以女兒其實係透過戒手嘅行為話俾父親聽：爸爸，請你帶住愛重新去睇睇媽媽，佢喺我哋家庭當中擁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位置。咁根據頭先呢啲案例嘅分析啦，大家應該會明白一個道理啦。
如果係一個充滿愛嘅健康嘅原生家庭成長嘅話咧，仔女就會充分感受到自己嗰份自我價值。咁樣佢面對周圍嘅環境，例如學業嘅壓力啊，各方面嘅挑戰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擁有力量咧係去回應嘅噃。但係如果一個原生家庭係欠缺愛嘅，仔女成長過程裏邊得唔到父母雙方愛嘅滋養嘅話咧，佢哋嘅自我價值感咧就會嚴重被削弱咗。咁變咗喺佢哋人生嘅道路上面咧，都會變得比較脆弱，會比較容易出現一啲唔健康嘅行為嘅噃。咁除咗家庭系統問題會導致到仔女情緒出現問題，甚至自殘自殺之外咧，社會甚至全球嘅影響咧，都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嘅噃。就好似曾經有一個好權威嘅研究啦，嚟自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嘅總監葉兆輝教授啦。葉教授同埋佢嘅團隊咧，喺分析香港咁多年學生自殺個案嘅時候指出啦，學業壓力包括公開試、升學競爭同埋功課量咧，往往就係最關鍵嘅因素嚟嘅噃。因為而家整個社會咧就流行成就主義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學校收生不足嘅原因啦，令到好多家長同埋學校咧係過度偏重考試嘅成績嘅噃。喺佢哋嘅眼中咧，一個細路仔考試嘅成績咧，往往就係證明佢哋自我價值嘅一個指標嚟嘅。如果個細路仔嘅讀書唔係咁叻嘅話咧，喺而家嘅體制裏邊啊，往往就好難揾到其他能夠展現自我價值嘅空間嘅噃。咁呢一方面係咪值得我哋深思呢？除咗考試成績之外，係唔係有其他嘅可能性係令到仔女都能夠體會到自己嘅存在價值感嘅呢？咁香港家庭嘅子女除咗要面對巨大嘅學業壓力之外呢，而家係有一個新興嘅因素啊，係為佢哋嘅身心帶嚟非常負面嘅影響嘅噃。呢個就係社交媒體嘅影響啦。咁有關醫學同埋心理學界嘅大量研究指出咧，16歲以下青少年嘅大腦啊，佢哋嘅前額葉皮質啊，即係負責理性思維嘅嗰個區域咧，係仲未發展成熟嘅噃。咁使到佢哋用社交媒體嘅時候啊，演算法就成為咗控制佢哋心智嘅一個強大嘅手段啦。呢啲各種類型嘅社交平台咧，透過無止境嘅資訊引流同埋點讚，即係 like 啦，一個反饋機制啦，係精準咁樣咧，能夠刺激青少年嘅腦啊分泌多巴胺嘅喎。大家知道多巴胺、多巴胺咧就係一種令到個人啊會產生一種興奮嘅感覺㗎，即係會令到人上癮嘅。呢種設計咧就會導致到青少年啊出現嚴重嘅網絡成癮，咁啊會影響咗佢哋嘅睡眠啦、社交啦同埋佢哋心智成長嘅噃。咁唔好話年青人啦，成人都會成癮啊！睇下而家好多人行路就睇手機，搭車就睇手機，過馬路又睇手機。連一家人坐喺度食飯啊，都喺度睇手機。好多人唔知道自己不知不覺咧已經手機成癮，呢一個真係非常之唔健康嘅全球性現象嚟嘅。呢啲各種類型嘅社交平台咧，會瘋狂咁樣咧去推送佢哋有關一啲減肥啊、自殘啊、極端節食啊，或者充斥住各種負面內容，但係能夠幫助佢哋分泌多巴胺嘅內容噃。仲有好多喺網絡上咧，經過一啲嘅 AI 啊，或者一啲科技修飾嘅一啲展現個人完美生活啊、完美身材樣貌嘅一啲相片啊、video 嘅時候咧，咁啊令到好多正係處於建立自我認同關鍵期嘅青少年咧，就會產生一種比較，覺得自卑啊、不如人啊一種咁樣嘅負面心理效應嘅噃。咁令我最震驚嘅咧，就係近年市場上咧係出現大量啦 AI 應用程式，呢啲程式咧係背後非常之色情嘅。我曾經好奇咁樣入去其中一個，據聞咧係全球而家超過1億用戶嘅一個冒起得好快嘅程式啦。佢製造咗好多唔同嘅 avatar， 即係啲虛擬嘅化身啦，去扮演完美嘅情人啊，去編織一啲令到青少年產生色情思想嘅情景啊，而同佢哋對話。其實整個過程就係訓練青少年咧係產生一個邪淫嘅意識。呢啲嘅 AI 背後嘅動機咧係非常之不良嘅。呢個就係點解澳洲政府同英國政府咧就喺上年2025年同埋今年2026年咧就採取咗強硬嘅手段啊，係立法全面禁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使用社交媒體嘅噃。因為呢啲國家咧一早已經係睇清楚啦，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嘅毒害咧已經係演變成為一場全球性嘅公共衛生災難嘅咯噃。咁根據英國政府
今年嘅全國諮詢結果咧，高達90%嘅家長係大力支持呢一項嘅禁制令嘅。咁呢兩個國家嘅表態係非常之明確嘅。當一項產品對於下一代嘅精神健康造成系統性嘅危害嘅時候咧，政府就必須咧好似管制煙酒一樣咧，係果斷介入去保護青少年嘅生命啊！所以我認為香港政府咧，亦都應該效法呢兩個國家咧，係禁止16歲以下嘅香港青少年啦使用社交平台嘅。透過頭先我所講嘅幾個方面啦，包括父母佢哋原生家庭嘅問題如果得到處理啦，學校同家長對於仔女嘅價值唔係淨係體現喺考試成績上面，令到仔女都能夠從其他途徑體會到自己嘅價值感，仲有政府配合去禁制有關呢啲毒害青少年嘅社交平台，唔俾佢哋使用嘅話咧，整個社會全方位去幫助青少年嘅話咧，我相信青少年自殺嘅問題咧係有望大幅減少嘅。最後總結一句啦，而家我哋社會嘅青少年咧真係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對佢哋嚟講生存一啲都唔容易。我哋係咪應該好好咁去體諒下佢哋嘅處境？除咗一味叫佢哋返學讀書考取好嘅成績之外，我哋係咪唔應該淨係將責任怪責啲仔女，而係反諸求己，問下自己，我哋有啲乜嘢係導致到青少年會有咁多呢啲自殺嘅行為問題嘅呢？我相信如果家長又好，學校或者政府都能夠透過開明同埋同理心嘅態度去處理青少年自殺呢個問題嘅話呢，我相信呢個問題一定能夠比過去更加之有效得到處理。希望呢條片能夠帶俾大家一個新嘅視覺，我哋希望下一代都能夠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咁樣去成長。我哋下一次再見啦！如果大家想持續咁收到 Raymond Sir 嘅節目分享，歡迎你喺 YouTube 上面按訂閱。當你按咗訂閱之後呢，亦都建議你喺隔離嘅鈴鐘按一按，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哋節目上載嘅通知信息㗎喇。有關心理治療服務，包括網上視像、互動治療以及家庭系統排列工作坊，歡迎你瀏覽我哋嘅治療中心網頁 www.hkfcip.com。有關整合靈性心理學培訓學院嘅培訓內容、課程資料，亦都可以瀏覽 www.ispti.com， 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官方賬號整合靈性心理學。同時亦都歡迎你直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我哋85293100980。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